禮拜三，即係4月9號，美國科技股嘅表現真係勁到被稱為七巨頭嘅 Magnificent 7指數一路狂飆，漲幅高達14.00%，最終收於144.38點。呢七巨頭入面，特斯拉一馬當先，收市大漲22.64%，英偉達漲18.72%。蘋果漲15.33%，Meta Platforms 漲14.76%，亞馬遜漲11.98%，微軟漲10.13%，谷歌 A 都漲咗9.63%。除此之外 ，AMD 收漲23.82%，台積電 ADR 漲12.29%，巴菲特旗下伯克希爾哈撒韋 B 類股漲5.84%，禮來漲3.78%。美東時間上午9點37分。社交媒體上一條貼紙即刻吸引咗所有人嘅目光。美國總統唐納德·特朗普發，呢個係買入嘅大好時機。而喺此前，特朗普宣嘅對等關稅政策引發咗市場恐慌，美股大幅震盪。但呢次發聲之後，市場好似食咗定心丸。再加上特朗普又宣暫停對大部分國家徵收對等關稅，美股直接迎來報復性反彈。科技股更加係領漲全場。此前，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令科技公司壓力好大，畢竟可能大幅增加佢哋喺 AI 基礎設施等方面嘅投資成本。要知道，谷歌、微軟呢啲巨頭正處於加大 AI 投入嘅關鍵時期。好在形勢反轉，谷歌禮拜三又重申咗今年將斥資約750億美元擴建數據中心，以支持人工智能服務開發。微軟也表示預計將斥資數十億美元投入數據中心基礎設施。作為嘥芯片嘅關鍵供應商，英偉達股價暴漲，市值一夜增加超3000億美元。不過，我哋都要保持清醒。雖然呢次科技股大爆發，但分析師提醒，警報暫時解除，唔代表科技公司就完全安全晒啦。市場依然充滿住不確定性。